独独恁行代志，着合伫基督的福音，互我减采来见着恁，也是离开恁，会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心为着福音的信，三甲出力。请咱三甲的吟圣诗182首，我信全能上帝，请起立。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个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做阮的日时，就叫阮快乐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殿内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39篇，以赛亚第2章，伫圣诗后壁。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比拢总的山岭较悬。这声，万国拢会结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主的山，来上去咱国的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通行伊的路。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还归。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伊把民中败坏混chiến，因会将刀拍做犁仔头，将枪拍做刃仔。这国无国夜刀攻击迄国。万民都有见证，雅各的家仔就来，要靠上主的光来行。听到三甲阿头来祈祷。主啊主，阮伫天里的爸，阮感谢你，你赐予阮，阮南门教会伫遮已经徛起70年。阮中间侪人伫遮成长、认捌主、接触信仰，嘛有人伫遮成家立业，用圣经的话教养后一代，伫遮服侍，伫遮嘛有侪阮信仰的前辈，甲阮告别，到离开阮到天家，阮算来算去过去的恩典，
主啊，阮满心感谢你对阮遮尔好的陪伴。即时我嘛陪伴心要迎这过节，因为你的救恩，微微犯罪的阮会当甲上帝和好。虽然阮是毋堪，总是阮搁一摆会当甲上帝同齐倒。求主会当检察阮的心，阮要悔改认罪，用清气的心领受十字架的疼。即礼拜开始，我嘛开始大斋节的灵修默想，通过每一天的灵修操练，阮来陪伴过节期。这是阮南门教会设教第71个过节，阮要用什么款来回应主对阮教会的恩典？阮伫属实的拜堂中，阮是毋是甲阮信仰的前辈同款？对信仰的追求，对主的疼，对福音的热心，南门教会未来10年、20年，甚至70年，要安怎伫快速变化的台湾社会，用行动回应上帝过去70年的恩典？阮常常为着教会发展，为着信仰的传承，阮常常感觉阮忧心。但是主求你为阮带路，因为社会在变，上帝你无改变。阮正人，阮若专心找你，主会为阮开路，互阮知阮未来教会方向服侍的路。我嘛纪念228和平纪念日，伫局势的紧张中间，求主赏赐阮的乡土和平甲安全，互阮代代会当伫主你所属的土地来徛起，赏赐阮伫紧张的局势中间。阮伫主内底，阮有信心，有平安。这是阮今仔日的敬拜，阮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求主会当甲阮三甲伫咧，会当欢喜阮的敬拜。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赞美，今仔日请雅音合唱团来为阮来赞美，伫主圣殿内。
伫主的圣殿内，上帝的听，互咱感动，真感谢雅音合唱团的服侍。咱三个来读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恁过好的经学士甲法利赛人有知的啊，因为恁亲像粉白的梦，外面看是水，若是内面底死人的骨头，甲逐项污秽满满。安尼，恁外面互人看是义，若是内面就过好，甲不法满满。第二位的圣经是启示录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启示录第3章第1节到第6节。你着写批予撒狄的教会甲的使者，讲有上帝的7个神甲7粒星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所做，你名是活，是一死。你着警醒，坚固遐个其余得要死的事，因为我看见你的行做，伫我上帝面前无一项完全。所以你着记得，你有怎样受，怎样听，搁着持守，也着反悔。即使无警醒，我要亲像贼来。你毋知我什么时要来到伫你，总是伫撒狄，你也有几粒名袂捌拍拉衫因的衫，因要穿白衫，甲我四过行，因为因是会砍敌。得胜的人要安尼，也要安尼穿白衫。伊的名伫活命的册，我决断无插起来，是要认伊的名伫我的爸的面前，以及遐个天使的面前。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遐个教会所讲的。讲道，咱请咱的张传信牧师。虚有其表是华语啦吼。那台语我想就是用好看头。我去甲查字典，台语好看头有一个好意思，积极的有一个消极的。好意思讲，迄个人真好看头，面貌看起来真冠冕堂皇，也真好看，是咧学乐的话。总是也有一个较负面的，就是讲，迄个好看头啦，敢若重看不重用，吼，亲像讲这物件，迄毋是阿鲁米做的，是塑胶简单爱做的吼，用偌久就会坏去，所以是敢若好看头尔。所以有一个正面的，有一个负面的。今日咱是要讲负面的，主要要甲咱大家学习的就是，我是毋是一个好看头的基督徒？伫面前互人看，即个真虔诚。总是事实上是敢若好看头尔，也要互咱伫南门教会70周年的时阵来反省，咱是毋是敢若一个好看头的教会？有6楼规栋拜堂的建筑，总是咱的内面伫上帝面前看咱是死的，这是咱今仔日要做的反省，请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就伫上帝圣殿内，我要来领受上帝你的教示，也要深刻伫上帝你圣神的感动下面来反省阮的行做、阮的性命、阮的教会，以及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主，阮真正真期待迄个新的天、新的地，上帝你的主权来统管这个世界。阮都毋免搁伫遐学习战争，阮都伫迄个所在毋免搁看见国攻打国，特别伫乌俄战争满1年的时，求上帝你的怜悯临到，或者系独裁者有权势的人来收敛因的野心，互即场的战争赶紧会通来得到平息。互遐受苦的百姓，过一届渐渐来恢复因正常的生活。
阮也为着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震受到灾害、死失灾后，这个国家的重建来祈祷。主，阮看见上帝，你伫圣经甲阮讲，末日的时，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要有地震、大水等等这个代志。伫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几啊届。伫最近这个病毒有这个代志，也互阮警醒。主啊，是毋是你的时已经得要到啊？阮是毋是爱警醒？亲像你甲撒狄教会的警告，你到的日子亲像贼。当阮无张持、无警醒的时，你就临到。当你临到的时，主，阮敢会通坦然来徛伫你的面前？主，阮需要时时警醒，时时来反省。毋茫阮是一个名实相符。上帝，你所听的囝儿，是一个会通为主做工做盐伫地上会通荣光上帝的人。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以及阮的教会，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看见上帝荣光，领受你的教示，也互阮会通甲主共坐道，搁一届来确认。虽然阮是无完全的罪人，虽然阮依然时常在跋倒，若是上帝你已经找主耶稣基督替阮担当这罪过，阮只要凭着信心，就会互上帝你看做义。总是当阮因信称义了后，求你互阮圣洁，求你互阮帮助阮名实相符，有结出迄个甲阮悔改的心，三合的结果子，互上帝你来欢喜。愿上帝真理的灵运行，帮助阮今仔日敬拜，互阮来感受，就伫上帝圣殿内，我们宣扬你的仁爱，我们祈求你的怜悯甲赦免，我们领受上帝你的祝福。就伫上帝的圣殿内，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想咱大家拢捌看过这个图片啦，检测后人已经捌去过。这是人类，互咱感觉非常伟大的建筑物。这个埃及的金字塔，这个印度的泰姬玛哈陵，以及秦始皇的秦皇陵最近所挖出来。这互咱感觉一个真伟大的建筑这四大古文明内底，至少遮个人为着因的后事，为着因的埋葬，拢做真侪遮个，互咱感觉真amazing这种的建筑。总是看起来外表真美丽，堂皇的是真壮观，内底是底死人，是咧埋葬死人，是腐败。是污秽满满。咱会通讲，毋知恁有人写着马太23章啦？你若写着马太手抄圣经来写马太23章的人，你会通发现讲，耶稣咧骂人吼，不拐弯抹角的，伊直接拢安尼指着你的面，直接讲。伊甲起来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讲，恁有知的哦，因为恁亲像粉白木，外口看是真水啦。若是内底袂堪你互人挖出来看，是死人的骨头，逐项的污秽满满。亲像安尼，你今仔日咧挖，外表是挖是义，总是你内底充满了假好甲不法满满。这个马太今仔咱所读的圣经，伊真正咧骂人，完全无互人会通走闪的。咱伫即个福音书内底会通看见。耶稣对这两类的人吼，真正是深痛恶绝啦。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才会文士，粉白木在咱的华人的文化内底，嘛是甲木做甲真水，总是其中就是死人尔内底是腐败，是这个污秽满满。咱讲台语，敢若有通讲，你都敢若。假仙尔，然后外表假家己真牛，内底无半项物件。咱会通看见23章，马太23章，差不多规章拢咧骂人，拢咧骂经学士甲骂法利赛人。这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耶稣对伊真有意见。为什么伊敢若对即群的人有意见？
马太23章第20有讲起，耶稣伊会去批评、会去骂这的人，是因为恁是坐伫摩西的位，你是坐伫摩西的位，你伫迄个位无应该有即种的表现，特别上帝有特别呼召恁。坐摩西的位意思就是，恁是亲像摩西受呼召出来服侍上帝，你是亲像摩西，你知影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律法，伊的诫命，你来领受上帝即个律法诫命，然后毋是干那传授，毋是干那教示，你来活出迄个款式，互人看上帝的心意就是安尼。即坐摩西位的人，恁的生活要互看出，原来上帝是爱阮亲像因安尼来生活。这就是咱伫圣经内底所学习的。坐摩西位，伫耶稣的时代是咧讲文士、法利赛人；伫今仔日是咧讲你甲我。咱今仔日是受上帝呼召来归属上帝人。咱读圣经，知影上帝律法诫命甲伊的心意。咱应该传授、教示、甲活出迄个款式。所以伫这个彼得前书伊讲。咱今仔日领受上帝使命，活伫这个世间，逐人就照所受的恩赐来三服侍。你爱做上帝交代你使命好的管家。上帝若互你徛伫讲台做宣讲的，就亲像宣讲上帝调命。你若上帝呼召你去服侍人，不管是事农工商的，就像用上帝赏赐你的恩典能力，来服侍人。互上帝对耶稣基督伫你所服侍的权顶来得到荣光。所以耶稣咧骂的毋是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耶稣今仔日咧提醒咱的检查是你甲我，因为咱是坐摩西位的人，若辜负上帝即种的付托，彼得前书后来4章17节讲，因为时若到，上帝审判是对伊的家来提升的。就是先审判这坐摩西位的，是先审判这家己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伊要对这来开始审判。耶稣伫23章，伊讲出几啊项这人挨骂的理由啦吼。第一讲，因敢若会晓讲尔，无咧行啦吼。因敢若做互看尔啦，表面爱做互看，沽名钓誉。因伫迄个所在。看重世俗的名声地位，互人请去坐官位啦，互人称呼你劣币啦，你是博士啦，你是甚物？贪图遐虚名。伊骂这经学士法利赛人讲，其实恁知影律法，总是恁甲律法甲伊变做斤斤计较，安休日爱休困，你都袂当行几步。食饭都爱洗手，拢敢若注重遐外表繁文缛节，互人无法度通遵守。所以律法的精神，律法是为着人来设立，毋是人为着律法来设立的。所以这经学士法利赛人吹毛求疵，伫迄个无重要的，所以上帝律法的精神你无挖出来，敢若注重外表，这个光鲜亮丽。耶稣讲，上帝伫旧约中间派真侪先知来警告、来教示、来甲恁提醒，总是恁一再拒绝，甚至提死这上帝的路卜。咱最近一直咧反省，是咱活伫世间，咱真正很难去抵挡迄个名声迄种的诱惑。这责备主要伫。伊咧责备恁敢若虚有其表，恁敢若好看头，无真正实际性命的改变。人真容易伫迄个所在追求即种的名声。咱最近咧讲，咱今年的70周年，徛伫在来定心得到荣光。迄个荣光毋是咱家己所表现出来，是反射上帝的荣光。若毋是上帝互咱迄个荣光，一切荣光拢是空虚的。所以伫保罗批信内底嘛，一直提醒讲，毋通为着迄个虚浮的荣耀，亲像这经学士法利赛人，敢若伫迄个所在做一个好看头的基督徒，
也有耶稣基督的心最心。第二段圣经其实嘛是一个责备，耶稣对这个撒狄教会的指责。撒狄教会是伫启示录内底7间教会其中的一间。咱来看耶稣对因的提醒甲责备到底是有几项？主耶稣的灵感动约翰伫拔摩的海岛来写7张批，互当时土耳其即马启示录7间教会。伊对撒狄教会指责讲：我拢知影你咧做啥物？你名是活实上我咧看是死的。所以你就警醒经过遐特别死的，你还没有完全死透，还有一丝气啦吼。所以你爱经过遐特别死的，搁一摆互伊活起来，因为我看你的行做，随上伫我上帝面前，无一项是完全的。所以你着记得你有怎样受，怎样听，搁着接受，也着反悔。即使你若无警醒，我要亲像贼来时。当察到耶稣的再临，你就知道上帝审判的惊吓。你也唔知我什么时要到。所以，这个撒狄教会，咱看见大概是有人外口看是真好看，真好看头，总是实际上是伫上帝面前，迄属灵的气氛、属灵的生命是已经趋向死亡的教会。启示录有7间教会，7间教会大概地图，这无讲真好势看吼，拢伫土耳其啦，今仔土耳其的这个所在。我准备讲到时阵，知影土耳其最近大地震，我就想讲，到底甲查看卖，到底这7间教会，当然今仔已经差不多，我毋捌去啦吼。毋过听讲这7间教会即马差不多拢是废墟经过2000年吼。地震到底发生伫什么所在？到尾甲看看咧吼，这伫海岸线，这张地图无讲真好势看啦吼。这上下骹一个安纳托利亚，我看即马上严重红的所在吼，安纳托利亚就是这个所在。所以这个7间教会大概伫这边遮没有受到这个土耳其这个大地震是题外话吼，是趣味去查这个代志。咱知影耶稣对7间教会拢有批评嘛，有讹落。对以弗所，咱大家上熟的就是讲，以弗所恁兄弟姊妹已经离开，迄个起初的疼，有时这毋是干对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疼，实际上对咱已经结婚的人，是毋是咱应该时常爱警醒？咱是毋是像以弗所教会已经离开起头迄种？彼此相听的心，伊对苏美那的教会上讹落，苏美那的教会伊无甲伊指责。虽然这个教会真水经过真侪患难伫外口看是真爽样，总是上帝看法拢甲人无共。我看你实在是好嘢。7间教会苏美那是唯一上主要所无责备的教会，别加摩受异端伫迄个所在咧侵入的。推啦，是道德生活较歹伫道德生活社会，也有其他的教会。今日咱最后要讲的就是撒狄的教会。如果你若读圣经较注意的人，拢会知影，主要说对每一间教会迄个了解每一个弟兄的了解，拢会针对迄个所在的特色，然后甲因讲恁是甚物款。别人看你是真善，总是我看你是好嘢；别人看你是真好嘢，我看你是真善。咱伫启示录通看，撒狄教会耶稣的批评，要牵涉到因的历史甲因地方的特色。这是为圣经查来，我毋捌去过遮，我毋知影。听伊讲，这个城市是建立伫悬崖峭壁，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是一个堡垒城市。总是检测是伊感觉讲，阮即个所在真稳固，所以疏于防范，至到有2摆伫历史上去互攻破，拢是因为过门的咧守卫的人爱困去。所以耶稣会讲，我教会亲像贼
伊是咧，互遮萨德教会的人去回想历史上咱的城市捌经过这，就是因为咱失落迄个警醒。耶稣用即种的历史，搁一个提醒因遮个所在，他说迄个七教会，你会通等于你会通为网络上去查，萨德教会是较中心的所在，所以金融商业真发达，也真做因的生活。商业若发达的时阵，生活好势了后，人就真容易来对落去有迄个伫外邦的世界，当时教会也受到影响道德较无遐尼好抑阁有一项就是，即个城市捌想要起一个真大的神庙，甲伊有所共款，总是为头敢若开始做，总是从来没有完工啦吼，就是无坚持。所以甲咱台北大巨蛋，咱毋知要起几年特别好啦吼，咱还没有半途而废，用要差一下都无去。这是萨德即个地方的特色。耶稣对即个教会的指责有几项，就是每一间教会伫所处的迄个社会环境，咱真容易去受到社会世俗的影响。都市教会甲庄脚教会绝对无同。咱伫南门教会伫即个所在迄个整个社会环境迄个价值观、生活方式，拢会影响到基督徒教会伫遮咱的生活。都市人就真无用啦，逐项拢真无用啦。咱无法度通静心落来好好读圣经，好好来敬拜，好好来做甚物代志，会互世俗化去影响去。顶礼拜老三牧师嘛有提醒到，今仔日台湾的教会真容易受外在世俗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也容易失去警醒。咱会通看见，就是这个教会，伊可能感觉家己真好总是伫我上帝面前，我感觉恁无一项是完全的。咱是毋是也会陷落伫即种的所谓的自我感觉真好？我已经真尽力啦，我做基督徒无100分之9嘛及格。我拢照时咧做礼拜，我奉献，我做甚物？是毋是有时咱家己感觉家己已经无甚物通好嫌总是伫上帝面前看是无一项完全。咱若骄傲自满是败坏的开始，所以咱捌听过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咱们教会70周年，咱未来10年是黄昏10年，还是黄金10年？咱是毋是知影讲即摆少子化，囡仔足歹教咧？逐个囝真生少逐个拢真疼要安怎来教育？我想这对老师、对做宗教教育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社会变到今仔日变做是安尼。迄讲咧甲一寡朋友咧讲，今仔日是官兵失落的时代。如果咱若迄个4年级、5年级生、6年级生，咱迄阵伫学校咱外惊老师咧，外惊老爸老母咧。伊讲一句话啥？即摆囡仔哪有咧插即种的官兵？迄种的官兵，不管是熟练的官兵、管教的官兵，还是迄个官兵，即摆很难了啦。所以咱伫孟子的内底，咱拢学过即句话。伊讲一个国家若无法家活士，有遮直言不讳的人，会通甲你指出你的错误。你外口若无敌国外患，这个国家真容易会灭亡吼。所以伊的结论就是讲，实际上忧患会促使咱更较有悬的求生的意志。那安乐都真好势逐项拢照备那安尼，这个国家真容易败亡。这对咱的家庭、对咱的教会，拢是一个真值得咱来反省的所在。其实咱看帝国就是共款安尼，有人咧研究罗马帝国伊的兴起甲衰亡有几个因素。一开始的时阵，迄个统治者有智慧抑阁有真强的这元老院的监督，总是后来就是迄个监督权已经渐渐失去的时阵，有权力的人就绝对腐败。今仔日咱伫台湾的政治内底，咱爱真强的在野党去咧来执政对执政党的这个监督。后来人的私心
一开始罗马帝国前几个拢是，甲迄个官兵交互迄个有敖的人，无传落囝。后来皇帝就是变做世袭的。罗马的律法真发达啊，真遵守。总是后来为着某人来设一寡法啊，军团伊的武力知影为何而战。我想这个代志对台湾来讲嘛有一寡启示。到底咱今仔日徛伫即个时阵，上帝互咱条件到底是安那？一个家庭，若无一致团结来，互咱的家族啊，搁较和好啊，来对外的时阵，内斗严重的时候，即个家庭、即个家族、即个国家会慢慢会败亡。一个教会嘛是安尼。如果咱真正感觉讲咱真好，啊，咱会通安尼的时，是毋是咱已经开始走向败亡的迄个界？掠即个做公营，总是咱是毋是互咱的主掠咱做咱的公营，要得到上帝而乐啊！如果失去即个意向，教会也会渐渐衰亡去。所以咱今日看讲，耶稣通过启示录和撒狄的教会，差不多我甲分起来有6个啦吼。6个部分，第一讲你的名，你外表是活，实在是死的，就是讲你名词敢虚有其表尔。那咱的反省是，我是毋是敢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当假设约翰出来洗礼，咧讲洗礼的时阵，有真侪人爱接受伊的洗礼。假设约翰甲因提醒吼。洗礼是一个，咱今日后一个兄弟要洗礼。洗礼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外表。总是洗礼了后，恁来结出迄个合得反悔的果子，毋是干那外表，你要有迄个行动出来。这雅各书也讲，我讲风寒吼，虚浮啦吼，风寒的人啊。你讲你信上帝，你的信啊，无表现伫你的生活，迄个信是空空的。你都爱名与实相符。第二个是人甲我的关系，伊讲恁爱互相勉励。虽然咱的教会啊，咱有一寡信心坚固的，有一寡信心软弱的，咱来坚固基牛，敢若已经特别失去信心，已经迄个热心已经特别无的，你着警醒啊，都爱来帮助恁。过一届啊，来恢复迄种活泼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甲西门彼得讲，当也未受难以前，伊讲撒旦爱要得着恁，所以用各种试探，亲像咧杀马啊共一样，会要甲恁筛选。总是主耶稣讲，我要替西门你祈祷，互你的心无失落。后来虽然彼得3摆无认主。伊已经预言你归正了后，用你家己跋倒的经验去坚固你的兄弟。今日咱兄弟姊妹，咱伫信仰的道路关顶，起落落，有时会跋倒，有时会起来。总是咱遐信仰的经验、生活的经验，检测会通真做其他的兄弟的帮助。所以咱3摆的灵修会，第一遍的培灵会，咱讲要过一个团结的生活。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互咱去坚固彼此。检测咱较勇壮的去扶持迄个软弱的，咱毋通真做一个干那顾家己的人。第三个对撒狄教会的话讲，对自我啦，你是毋是咱感觉讲家己已经做甲真好啊？总是伫上帝目睭中，你是一无可取。保罗家己非常注重即种的自我的反省。伊讲我无认为讲我已经得到啊！伫信仰的道路观点，伊敢若单专务一项代志。迄个过去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无去插啊！我即摆甲第一头前的所差的标来跑走，对自我要求非常的强。所以伊伫迄个启示录遮也阁继续讲，有几下讲你着怎样，着记得。着记得恁怎样受，但是因为咱们教会70年来，咱着记得70年来咱所受上帝恩典。咱逐摆来做礼拜时，可能你无法度通完全
记得伫讲台观顶，咱读圣经袂晓当记得所有的教示，总是咱爱定定去回想，搁着接受，毋是干那听尔，搁有做，也着反悔。如果伫这上帝真理的照光下面，发现讲我有这方面通好来加强，那安尼的时阵，咱才有法度通继续来进步。所以咱会通真爱这个保罗伫哥林多前书9章26节顶几届我有讲，我真爱这句话。伊讲我咧跑走人生的道路，毋是无方向，我一定爱清楚迄个方向。我要得到永远的活命，我要伫上帝的厝体有份。所以我咧做每一项代志，拍拳无亲像咧拍空气，毋是伫遐空，家己伫遐空转，伫遐安尼，逐工生活拢共一样，毋知活的目的到底是啥物？伊讲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最近逐个天气真寒就较无咧运动，来鼓励咱这长辈，那我都通尽量伫厝内嘛是爱运动。伊都贫惰，咱就失去迄个。保罗讲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互我的身躯会降服伫我，互我会通伫信仰的道路悬顶无受到拒绝。伊对家己要求非常的强。伊讲着警醒，因为伊教的顺利，毋知什么时阵，无一定你大概搁等2000年，无一定明仔载，无一定后一时刻。张弛被万变，因为恁无拍算顺人主要来，最后讲着圣洁。总是伫撒狄，耶稣甲即个教会讲，我知恁抑阁有几名袂捌拍拉散因的衫，所以将来因要穿白衫，甲我四过行，因为因是堪得的。兄弟姊妹，我堪得来穿主耶稣基督的白衫，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日咱受呼召做摩西，为上帝召咱，毋是要互咱过一个误会拉散即个放纵家己私欲的生活。是要咱至高正圣，来脱离世间的误会。所以彼得后书甲咱提醒，因为已经深知救主耶稣基督，你甲我咱是坐摩西位的人，来得到脱离世间遐个误会。你若阁倒转去迄个误会来评判来压制，就这号的人落尾事会比大先阁较上重。甚至你不要认识耶稣基督，更较好。既然你坐摩西位，就是着圣洁。看到这一对撒狄教会的这个提醒，拄好前几天看到一个报纸咧报讲，现任美国抑搁咧活总统卡特，即几天98岁。即摆等于伫佐治亚亚特兰大款，伫迄个所在，伊准备安宁，已经到人生最后一段。看迄个新闻的时阵，咱知卡特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教主伫落伫做足侪工课。伊卸任了后，比伊在任的时阵得到世界评价搁较悬。总是我讲的，毋是卡特是伊的伊后来的第41任的布什。我因为看迄个想到伫3、4年前，即个布什总统过身的时阵，43届总统替41届总统是伊的家己的囝伫遐来发表对伊老爸的孝念。迄个别礼拜非常的感动即个小布什有分享伊对伊老爸几个对伊的影响，我感觉真值得咱做伙来学习的。伊第一伊先讲到伊老爸对性命的看法。咱知老布什是战斗机的驾驶员，伫第2次世界大战北去互拍落来，伫落伫太平洋悬顶。伊讲伊老爸因为2摆甲死神擦身而过的机会经验，互伊对性命非常的珍惜。上帝无伫迄个时阵赐我的活命，互我甲活伫世间，一定有上帝爱我完成的使命。所以伊伫以后对性命每一天，伊真充实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我想咱嘛需要用这种的态度来看咱伫世间的日子。
第二项，伊讲老爸对我性命有真大的启发。当然，做总统一定非常的无用，伫政治人物，我看咱会知影讲，对家庭、对囝儿可能会真疏忽。总是即个小布希讲，伊袂无用到无时间通甲人分享伊对性命迄种的热爱。伊鼓励爱户外运动，至少甲人接触的机会，伫上帝帮衬，拢相信讲，不管代志什么款，拢有可能。伊讲。信用甲家庭是伊留互因上好的财产。伊讲服务工匠是一个崇高，会通替人服务，会通伫迄个所在服侍众人，是一个真水的代志，是一个必须爱做的。信用对因家庭有真深的影响。伊也知影，互人会比摕较福气。伊驾驶因面对失败，咱知伊第2任的时阵，破案战争的时阵，虽然。民意真悬，总是伊竞选连任的时阵，在老布希失败去。伊讲失败是人生的一部分啊，总是伫迄个失败中间，无互咱因为安尼来累积。伊假是要安怎做好的老爸，要安怎做好的阿公阿祖伊会将伊家己对代志的迄个原则看法，互伊的子孙啊。甲因鼓励，甲因安慰，总是无伫迄个所在下指导棋来命令因在安怎做。所以咱后来会通看见，即个老布希实在真活跃。我捌分享过，伊庆祝伊生日的方式是高空跳伞90几岁时，伊也去经验迄个高空跳伞。伊会惊讲，伊的生命只有2个设定，若毋是咧困，就是精神，就是全速前进即种的性命。伊有讲到讲，到底咱要留什么互后代？咱到人生最后的时阵，咱夸口的是咱伫世间的名声地位，也是咱互咱的后代感觉非常的少年。即个甲咱顶礼拜如果你有参加。老三的培灵会时，伊讲什么叫胜利的得胜的人生？得胜的人生，简单来讲，很容易定义啦吼。得胜的人生，就是你出世的时阵，你家己出世就哭甲妈妈叫，怎周围人足欢喜，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伫即个世间，总是当你死亡的时，你欢喜，因为我已经尽跑走的道路。我已经守所信的道理，有荣耀的免流咧听候我，所以真欢喜来离开世间。所以众人真毋甘，因为你留了真水的模范。伊教示要安怎老得有尊严、幽默、善良。这个是咱今仔日伫萨德的教会，伫这个敢若好看头的教会内底学习的，就是我是毋是名实相符。我是毋是会通防止无去犯着同款的错误？我是毋是专心来倚靠上帝？毋是家己自我感觉真好势？我是毋是时刻警醒？我是毋是坚持这条信仰的道路？我的人生坚持到最后？这个是咱今仔日的学习。毋茫咱真正伫上帝面前是好看头的。做伙用这个金句来做咱今仔日的结束，做伙来读这个腓立比，就是咱宣调的时阵，明恩长老所甲咱读的，咱做伙来读。独独恁行代志，就合伫基督的福音，互我检彩来见着恁，也是离开恁，为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心为着福音的心。三甲出来，腓立比1章27节，保罗甲腓立比教会讲，不管我是在你们那里，我会通知影，就是恁伫上帝圣神内底徛在，大家同心合意，为着福音的信，互相鼓励，互相来扶持，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通过你对萨德教会的提醒。以及对经学士、法利赛人的指责，来看见阮家己，是阮着爱回想来诉算上帝恩典，阮着爱警醒，
就记得阮所受所听的，来跑走头前的道路，互阮会通成做一个真正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互阮周围的社区社会，因为即个教会存在，因为阮的存在得到利益，阮也会通徛得在来得到上帝你要赏赐阮迄种的荣光。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多谢牧师的提醒甲勉励。咱三甲来吟圣诗166首，就用基督耶稣的心。请起立。今仔日伫遮要来做圣礼典，因为咱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伊有吩咐咱的话。当伊对世人中告我了，还未上天以前，伊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应守。佮我要日日甲恁三甲直直到世间的落尾。这是咱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伫即个所在来行洗礼。我要请庄心元弟兄来伫我头前。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爱反悔信耶稣基督来接受洗礼。今仔日你请徛伫这个所在就使吼，就站在底下就好。你要口罩要摕起来好。我要对你讲几句话吼，你着深信。圣经甲咱讲，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也伫主耶稣基督名来受洗礼。今仔日你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表明你要对圣神来定头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你要受洗礼，就是请你伫上帝甲阮正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问题。庄心元，你有相信上帝要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要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相信。你有要诚实反悔你的罪，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公道也无？是。你有要挖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
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抑无？是。曾生员，我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三一体上帝名，愿上帝平安，甲你三甲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地上一人得救反悔来归应上帝，伫天顶千千万万天君天使唱哈利路亚，学乐上帝你的名。南门教会这个大家庭也欢喜，今仔日迎接庄心元弟兄来加入伫阮的中间，做伙同行天路，彼此服侍，过团结得胜宣告的生活。恳求上帝，你甲这位青年三个伫咧，伫以后人生的道路关顶时常用圣神来引带伊，互伊凭着伊的信、伊的听、甲伊的望。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愿上帝你甲伊三甲一个祝福伫伊今仔日永远会记你今仔日伫上帝甲阮正人面前的誓约。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你转，我来介绍咱这个大家庭上新的成员伊叫做庄心元，新的是新旧的新源头的源，庄心元弟兄。伊真特别伊即时伫高雄医学院咧读医后1年级伊本来是读药剂系高一的药剂系然后伊即马要读医学院第1年尔，所以头前还佫真长要成做医生，还佫真长的道路伊真欢喜，特别因为爸爸妈妈来到咱南门教会来接受洗礼。咱特别为着伊的学业，伊头前的道路来祈祷。咱拍谱也请咱今仔的长老来握手，来甲伊欢迎，好无？来，你就在这里就好。来。咱教会遮往咧有洗礼证书抑佫有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圣经的封面有写阮伊上爱一句圣经节，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庄心元，新上加新，欢迎。你的回座。煞接咱做来共受圣餐。当主耶稣受袂迄年，又提饼祝谢，对学生讲：看，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主耶稣邀请咱所有来，既若着背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是咱有足多足多重担，也望咱伫主的圣餐领受以后，咱会通伫主耶稣基督来得到安息。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求你圣别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即个有形稳定的记号，成做阮灵命的粮食，互阮的性命甲你结连更较深，会记你通过你所留保卫新约的记号，结连伫你，会通结出甲阮悔改的心三合的果子。互上帝你欢喜，愿阮要领受圣餐以前，阮会通搁一摆来反省阮所犯的罪过，也求你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来赦免，用伊的保护掠看，互阮会通甲你和好，为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当主耶稣受袂迄面，又提饼祝谢讲：看，即个是我的身体，要为着恁拍牌，恁着呢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着咱的罪来牺牲的，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长老来侍奉。
首圣诗来做咱的祈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主，我担受君爱见你的面。主，我担受君爱见你的面。将残来甲你相亲，我相守听了你来，将一切忧伤都托你手来。主，我的承受听你的真命，领你的归来，想念你的名。那我的放下地上的草蔓，我心爱永受下最平安。那我的心心来付出的想，为我所必然那真高粱。我们永受，亲爱来永受。请咱先把迄个塑胶的迄个套子来拆开。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的身体，咱今日来纪念伊，请三个来享受。食了，主要所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血所流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这个杯是主要所基督为着咱所流的宝血，伫伊的血，咱甲上帝立一个新的约。咱要今日来纪念咱甲上帝迄个约的关系。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伫主的血所流的，咱今日来纪念伊。换过节的时，上帝交代摩西讲：“你着抬羊羔，伫伊个门徛边，用羊羔的血做记号。当迄个灭命的天使，伫迄个审判暗时降临伫埃及地，伊看见有羊羔的血。”的门户就搬过去，迄真做因出埃及最后一个新约。今仔日，咱领受伊为着咱所流宝血的记号，主耶稣基督是为咱牺牲，搬过一个羊羔。当咱有即个新约的记号，咱就属于得救的人。毋知咱中间还阁有人还未领受到杯也未，所有囝仔接受过洗礼，个别过信仰，拢欢迎来领受上帝这个有形稳定的记
也仰望即个饼、即个杯，诚做养是咱灵魂的粮食。亲爱的弟兄妹，咱是得到恩典的囝儿，即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的血所流的。伫即个血，咱甲上帝立新的约，咱来领受即个恩典。主耶稣讲，恁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一个。咱三个来举行奉献，请陈宝赛执事甲叶凤仪执事来侍奉。奉献感谢，请起立。我会听通求主赞，听你也过尽世间，但我立志。转转归乎你，阿门。请坐。报告吼，今仔日真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咱礼拜中有庄新元兄弟来接受圣灵的洗礼哦，咱感谢主。礼拜后咱会当留落来做伙交易吼。第二项是这大斋这个灵修吼，咱对顶礼拜3、2月22开始吼，咱对咱的教会的 line， 咱有一个每一工有一个灵修的资料吼，伫咱的 Spotify 还是 Podcast 还是 Anchor 的顶悬的平台会当听，每一工有一个灵修的资料。咱这进前是用订阅制吼，所以无报名的人可能无收到。你若是有要参加吼，咱会当顶悬。周报顶悬的 QR code 吼，你甲扫描，伫顶悬佫回复说我要参加，阮就寄互你哦。目前应该有差不多105个吼，咱逐工发出去吼，希望大家当踊跃来参加。第三，社区的事工哦，咱的春季的长青热火班吼，甲智慧手机班要开始开课吼，嘛需要真侪兄弟志工来帮忙吼。若是会当来有要来参加志工吼，请甲咱的钟牧师，也是咱的班长郑玉谦来联络吼。第4项，咱今仔日是咱手抄圣经吼，爱交会的日子。
啊，咱方便互办公室来整理吼，啊，咱已经陆续已经有收到一寡哦，啊，今仔日望大家若有早来，会当交办公室。第5项，咱设教70周年的网球甲桌球的比赛吼，伫3月18号拜六下晡1点半到4点吼，咱伫台大硬地的5号、6号网球场地吼，是咱网球的比赛吼。啊，比赛前吼，咱3月初4到11有热身练习吼，咱若是有要参加，会当甲赵胜雄执事报名。啊，桌球比赛是伫4月初2，伫咱的教会地下室吼。啊，3月开始吼，咱开始练习。啊，若是有要报名，请咱甲陈宝赛执事来联络。啊，第六项，咱设教70周年吼，咱有要做一个纪念的 T 恤吼。啊，咱为着要统计咱的数量吼，咱若是有方便吼，咱会当开始咱来量咱的尺寸吼。啊，咱有男版吼有对 S 到2XL 吼，女版嘛是有 S 到 XL。啊，男生无一定爱穿男生的吼，女生的是较合身吼，有一个腰身吼。啊，男生若是较苗条嘛，使去试看卖。啊，若是女生吼，想要穿较舒适的吼，咱嘛当用男生的吼。啊，你楼骹咱当甲看卖吼。啊，大家咱来这个纪念 T 恤，咱来量看卖吼。啊，可能会爱交一寡费用吼。啊，详细情形咱后礼拜会报告安尼。啊，第7项咱缅怀信仰前辈吼，咱来请兄姐提供咱已经安休的亲人这相片甲资讯吼。啊，来咱伫世教70周年的礼拜，会当来怀念因吼。啊，咱收件的截止是3月19吼。啊，请大家会当来提供。啊，团契消息，今仔日有副团契2月的例会吼，咱伫礼拜后伫地下室来开例会吼，啊有真精彩的演讲，请大家会当留时间来参加吼。啊，圣歌队嘛开始加练吼，请咱圣歌队队员会当留落来。啊，教界消息，请咱大家来看。啊，大岛的事项，啊，咱嘛为着咱这个乌俄的战争吼，为着受难者。望战争会当早日结束，啊嘛求主，互咱南门教会伫设教70周年的时阵，咱会当搁一摆领受上帝互咱新的意象，咱为这来祈祷。牧师有要补充报告。啊，当然来介绍一寡新来的人吼，来介绍为美国回来吼。咱特别介绍二万教会的长老陈顺正长老，啊，甲阮圣歌队的指挥张佩仙。啊，因都搁倒来伫阮中间，是伫20几年内底是上好的同工吼，伫二万教会做为事奉啊，顺正长老因都倒来伫遮。那个有一个为美国倒来吼，杨昌廷太久没有看到你，一定要介绍。冲天兄吼啊，伊伫亚特兰大啊，咱真欢喜伊个倒来伫咱中间，冲天兄。哦，秀如这，来陈老师啊，咱欢迎因服务做位伫遮。唔知影个我需要特别介绍的无 ？OK， 啊，咱70周年有真侪代志，爱请咱大家继续合作吼。第一个就是咱3月25甲26，咱搁第3场的培灵会。咱过去两届的培灵会拢非常有收获啊。3月25甲26，请咱先留这个时间。4月初2，迄个缅怀信用前辈吼，迄个有人交转来啦吼，哦，像类似安尼吼，主要是要孝念已经过世安休的前辈，所以有人交转来是家族的照片，迄种可能较不适合啦吼，就单独的好不好？用单独啊，跟他啊，用西元吼，西元的几年生几年过世。我们就简单的啊，我们会做一个 slideshow 哈啊，这样来孝念。所以如果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亲人，还是你的，即马是不是以前是不是参加南门教会都没有关系。即马只要有咱的兄弟姊妹伫南门教会，你要孝念你的爸爸妈妈，拢欢迎。你会通用实体的照片来办公室，会通甲你 scan 吼，啊是你若用电脑，你用电脑直接传到里面去。啊，提供姓名啊，迄个什么人吼啊，迄个资料，甲伊的
生甲死的年吼，这伫3月16以前吼，所以拜托咱大家来提供即个。第二项要补充的就是，咱今年70周年，到迄阵要用即个纪念衫啦吼，这还未绣，咱还要再刺绣吼。Uniqlo 哦，这个有白吼，品质很好吼，定价390块，咱若搁印这物件去一领可能要400-500块以上啦吼。教会可能为着要控制数量，所以咱若方便，先去办公室还是团购，做伙去量看卖主日落这细领我要穿几号小可登记一下后礼拜咱会公布，可能为着要控制数量较精确，所以每一领可能会收一束钱吼其他教会补助吼这做咱70周年的一个纪念衫，咱多谢基石团契这同工因的辛苦，因去设计这的所以请方便你会通伫上班时间去办公室伊的型号你看5-6种，所以我毋知你的身材吼。要穿好水，请到一定爱去试看卖。若无试看卖，到时你摕到一领这吼，迄就变做互恁孙仔去穿啦吼。现在大家来合作一下吼，好，多谢。多谢牧师补充吼。咱三角吟圣诗541首，将听传出去。咱请起立做伙来吟。把完主要所基督救赎的恩典，因为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他，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伊伫因带，甲咱正大家三直的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